后来，这个台湾今年无做风台，加上无地灾性的降雨，所以这个高丽菜愈种愈多。这一个月来，高丽菜的供应量连续来到2届红色警戒的灯号，也就是讲产量伤多了。农粮署是真担心，就惊到年底高丽菜会阁因为产量伤多大败市，所以农粮署紧急来发出着9000多桶的简讯，呼吁农民唔通阁来抢种高丽菜咯。 即阵较无虫啦吼，来来回回顺顺看看咧，种高丽菜嘛是无简单呢。农民讲，好咧加在今年无啥物风台来制暖，但是产量太稳定咧，菜影量真济，大家嘛愈种愈济。年底收成的时阵，就惊讲会歹价。来问这个阿伯看安怎讲？啊，还有偌济还未种？还佫5分呢，啊，咱都已经种了，已经种9个月啊，咱收着嘛袂赴啊，所以后水拖较慢的安尼尔啦。咱来看农粮署的资料，根据统计，8月中到8月底出苗量542万株，9月中进前598万株。为警示的灯号来看，这已经过红色到紫色啊。 农粮署嘛，赶紧发出通知警告，有想要种的，先动一下。各位可以去检视看看，去年有没有所谓的高丽菜的这个产销失调。我想农委会有这一个能力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本地高丽菜有5个较大的产区，分林、南投、台中、彰化和宜兰，2个月到3个月左右收成100。今年的风台较少，产量伤济。虽然讲9月23平均的计数比前一天落价2.7%，但是无讲介明显。农委会提醒农民，种较侪种无共款的菜色，才袂败市。